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参加台北松山朱会堂的祈福活动，对为国顺职的林中树嘛来表达着上深的哀悼。总统嘛要求国防部要赶紧查明原因，对外说明。总统蔡英文伫拜拜，希望讲国泰民安，因为伫昨发生金门战车并车的事件。 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不舍哈。那我们殉职的弟兄的父母今天早上也已经赶往金门哈。那我们除了表达哀悼之意，也希望我们殉职的弟兄的父母家人能够节哀。蔡总统强调讲，国防部应该和顺职的中士啊车长张友抚顺，当时尽最大努力照顾受伤的兄弟。国防部嘛要查明原因，向社会大众说明。去采购新型的战车，而且是最先进的战车了。蔡总统嘛希望所有国军兄弟专心全力保护国家，同时嘛要集中精神坚守岗位。